咱拄则听到就是瓜本地上新的回应，继续要来关心昨昏台中落大雨，引起后里三丰路甲中卫西路12路口台电电筒因为伤过小，规个全啊倒起来，内底有火柱啊，还佫呛乌烟，另外佫有爆炸的声音，哔哔哔哔。头尾半点钟附近的民众足袂放心，将机尾台电的人员赶来到现场修理，才恢复正常。电动快爆炸了！外口落大雨，电火条仔顶个佫导火烧起来，唔但看到乌烟，佫听到电的声。哎呦哎呦哎呦！火烧甲愈来愈大，随时拢有可能会爆炸。民众手机啊摕起来，哪录影哪提醒边仔的人莫挖过去。较闪的你莫多行啦！代志发生伫昨早起9点外，台中后里三丰路甲丁卫西路路口，电火条仔顶的设备可能因为落大雨烧倒去，烧起来时间有30分钟。电筒上面有火花这样子而已。然后就是越来越大，是不是？嘿，对对对。民众看到随通报互台电，初步检查发现设备甲电线中央因为伤久烧气，加上落大雨，互设备温度伤悬，烧度烧起来。设备先在我们系统上解联嘛，所以他先把线路先顺停，然后先把开关切了以后，就很快就把它恢复供电了。好佳在台电人员断电修理10分钟了后，伫10点51分恢复送电。落雨天意外造成设备烧起来，好佳在顺利解决，无人受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